花莲消防局26接到通报，讲有一个爬山的查甫人无细致为山径触倒，虽然无受伤，不过就惊这个查甫人心脏病会行起来。消防是紧申请直升机救援，陪死蛇才成功将伊救落来。这团5人登山团24为台东县海端乡向阳登山口出发，伊第5天行完8甲落山南2段，不过66岁姓郭队员第3天伫塔云山附近厝咧山坎，虽然无外伤，不过有心脏病，身体开始无拄好，所以队员随报案。伤者因滑落边坡导致晕眩、肢体无力，且有心律不整情形。本局于9月26日立即成立前进指挥所，地面部队于163栋集结出发。同时间，空勤直升机嘛出动，不过因为山区气候无好，3天内拢总出动4抓救援，200载起才顺利降落接驳，并再往平地转送病院。因为4个查甫人无外伤，引起外界的怀疑，敢有利用直升机贪方便。该名登山客心脏也产生严重不适的一个状况，从山区救援下来之后，该名伤者也进去医院来进行救治，因此该部分并没有产生所谓的滥叫直升机的这个问题。因为乌鹰直升机出动一抓费用真悬，出勤费用1点钟19万。对这代志，花莲县消防局是讲，这个案救援目前一切符合规定。若是4个查甫人敢有违反其他登山自治条例，后续会向申请登山的单位调查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